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，12节到19节，创世纪第24章第1节到第9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35节到43节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兴起。先知以赛亚曾经呼喊说：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60章第1节到第3节，和合本的翻译。许多基督徒很喜欢引用这段经文，谈到基督徒的宣教使命，或是教会复兴宣教的工作。有一首诗歌也以兴起发光为名。副歌的歌词这样写道：兴起发光，神的子民，主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兴起发光，神的子民，宣扬他名直到地极。这个兴起就如同是圣经里面那个成圣啊、称义啊一样的，从华文里面看不出语态，在圣经里面这应该都是被动的语态。基督徒无法自己兴起。按照以赛亚书所写的，兴起发光，指的就是上帝的光。因为主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里发现照耀你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来亲近君王也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以拯救论来看，这个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。所以千万要记得，人不能自己发光，却能来就近主所发出的光。兴起，上帝为亚伯拉罕兴起的后代，从他100岁的时候所得到的以撒开始，上帝让亚伯拉罕与撒拉开始有了后代。而今天的经文创世纪，我们也看到了亚伯拉罕安排以撒娶妻的记载。圣经说，这时亚伯拉罕已经老迈，他一生所做的事都蒙上主赐福。他对管理他家产年纪最大的仆人说：把你的手放在我双腿之间发誓，我要你指着上主天地的上帝发誓，你不可在这迦南的女子中替我找媳妇，你一定要回到我的故乡，在我亲族中替我儿子以撒娶个妻子。但是那仆人说：女孩子若不愿意离开本家跟我到这个地方，怎么办呢？我该带你的儿子回到故乡去吗？亚伯拉罕回答：绝对不可以把我儿子带回那个地方。上主天上的上帝带我离开故乡，我亲族的地方，他对我发誓要把这一片土地赐给我的后代。
他一定会派他的使者先去预备，使你能够在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妻。那女子若不愿意跟你来，这个誓言就与你无关。但是你绝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那个地方去。于是那个仆人就把手放在主人的亚伯拉罕的双腿之间，发誓要照亚伯拉罕所交代的去做。我们谈到过，上帝实践他的应许是按照他的旨意、他的时间以及他的方式来成就。既然上帝要成就他的应许，那么就有一定的程序，上帝一步一步的来完成。为以撒娶妻，当然是子孙满天的第一要件。既然上帝的应许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孩子，那为以撒能够繁衍子孙，就成了必要的手段了。这样，上帝要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如同天空的星星啊，海边的沙啊。但是事实上，施洗约翰在传福音时所说的，并不是这样子。他的话提醒了我们，那兴起的主权不在人的手上，而是在上帝的手上。约翰这样说了哈，圣经的记载，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要求受洗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这些毒蛇啊，上帝的审判快要到了，你们以为能够逃避吗？要用行为证明你们已经悔改。不要自以为亚伯拉罕是你们祖宗，就可以逃避审判。我告诉你们，上帝能够拿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造出子孙来。那是马太福音第3章第7节到第9节的经文。当摩西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埃及的兵丁凌虐的时候，他站出来维护以色列人。他又劝告以色列人不要互相欺负，但他却被排斥、被拒绝、被质疑说：谁指定你做我们的领袖，做法官来管我们呢？这个人明显的不明白上帝的旨意。当然了，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已经都不认识上帝了。使徒行传当中，司提反他引用了被拒绝的摩西来谈到他是被上帝所兴起的仆人，是以色列人的领袖、法官。他也预表了上帝所兴起的救恩耶稣基督的身份，说他比摩西的地位还要高，正如同我们在昨天所分享的经文一样。司提反说，这位摩西就是以色列人所拒绝质问说，谁指定你做领袖、做法官来管我们呢的那个人。接着在荆棘中显现的天使，上帝差遣他做领袖，做解救者。他带领人民从埃及出来，在埃及、红海和旷野的40年当中，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。也就是这一位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民说，上帝要从你们的同胞中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，正像他兴起我一样。司提反进一步说，以色列人从以前都拒绝了上帝所兴起的救恩，
从摩西到耶稣都一样。他们呢，宁可自己去造金牛，拜偶像。而现代的以色列人就还在等自己以为的基督出现，拒绝上帝所兴起的，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。你我是选择接受还是拒绝呢？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，我爱上帝，因为他垂听我，他垂听我的祷告。我每次求告他，他都垂听。12节到19节，上主赐给我一切的厚恩，我要怎样报答呢？我要向上主举杯，感谢他的救恩。我要在他的子民聚会中向他还我所许的愿。在上主的心目中，他的一个子民死去是多么痛喜的事情。上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跟我母亲一样侍奉你，你已经释放了我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献感谢的祭，要求告你的名。我要在你子民的聚会当中向你还我所许的愿。我要在你的殿宇的庭院里，在耶路撒冷信守我的诺言。我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上帝为我们兴起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因着单纯的相信来接受耶稣基督，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救恩。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意谦卑接纳耶稣为我们的救主。感谢祈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